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再次宣告。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还有，让我们将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高台，是的主啊。我们知道依靠你，在任何的环境我们必不惧怕，因为你的应许，你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依靠你，可以靠主你刚强壮胆，可以靠主你来得力。让我们一起开口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来敬拜。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
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是的，主啊，你是信实，你是磐石，你是山寨，你是我们的保护。主啊，当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寻求你，来向你祷告，来向你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就要更多的来带领我们，更多的与我们同在。主啊，在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再一次的来见你的面。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主，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中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信实的天父，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
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将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将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慈爱，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你必要赦免。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所带来的逼迫、不安、恐惧，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伸出你慈爱的手，护卫着我们，即使是面对生命的挑战、死亡的来临，你不丢弃我们，你能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安息。主，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寻求你。主啊，特别是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更多的祷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应允我们的祷告，愿你也教我们怎么样向你来祷告。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祷告，一起要经历上帝他如何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其实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的17章45节，大卫他曾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靠着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认识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一个称谓。他是在强调什么？强调这位神，这位上帝是超越万有的，超越世上，超越灵界的。意思就是说，他掌管天地万有，他可以调动万有。
经文提到天上的万军，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通常是指着上帝的使者，或者是指着天使。这里的军队也指的人类，或者是整个自然界。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向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祷告的时候，他会调动万有所有的资源来为你来效力。也就是说，当你向他祷告寻求的时候，他知道你内心所需要的，他知道你现况，他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他会供应你。所以在这边，我们要一起来赞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没有人可以拦阻万军之耶和华的计划。所以在这边，我们要一起来用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赞美这位神。当你认识到这位神的时候，这位上帝，所以他调动万有，他为你来效力，他垂听你的祷告。你可以想到这位上帝有什么样的属性呢？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祈求，一起来赞美。我们先开口同声来赞美，赞美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可以给你什么？他可以帮助你什么？他与你同在，他不丢弃你。特别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疫情好像还没有趋缓，你心中是不是有一些的害怕呢？我们先来赞美吧，我们先来祷告吧，先来宣告神的同在吧。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哈利路亚！主，你爱我们。主啊，你是大全能的神。主啊，你是有权柄，你定义。主啊，你要成就的事情，主啊，没有人可以来阻挡你。主啊，主你要来拯救台湾，主你向台湾来伸手。主啊，因为我们是一群你所爱的。主啊，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主啊，你要来使我们能够来回转。主啊，你要使我们的脸上照着主你的光，主啊，你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主啊，就是主你的帮助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主你是这位公义的神，主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主啊，你更是主啊，你是可以调动万有的主，主啊，这个疫情，主啊，主在你看没有什么，但是主你却要用它，主啊，这个疫情，主啊，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就是要你的百姓能够醒悟过来。主啊，你要你的儿女们，主啊，能够复兴。主啊，你要你的儿女们就是从那个罪恶当中醒悟起来。主，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主，主啊，你已经掌有万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有慈爱，主你是公义，你是信实。主，你是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你真的没有难成的事，主啊，这个疫情在你来看，主就是有那个你的用意，只是主我们真的不明白，主啊，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有仰望你，我们就是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是再多一点来认识你，主啊，你是这一位主动来出手。出你的手来伸向我们，主你自己伸向每一个受苦受难的，那每一个现在正在那个黑暗当中，甚至于孤单，但没承受所有一切，不管是确诊，或者是隔离的，甚至有家里已经因为这个疫情而有自轻失丧的，甚至于那个已经经济困难。
主，我们都受这些影响。但是主啊，这些影响能把我们怎么样吗？主啊，不能，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主啊，我们是属于这个创造宇宙万物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主啊，我们台湾每个地方都属于你。主啊，你要来掌管万有。主啊，你已经定义要拯救我们，而且拯救我们到底。主，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使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你要让我们重新来开机。这宇宙万物，我们因着我们的罪，主，我们糟蹋了，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人定胜天，主，我们错了。主，但是你有这个能力，主啊，你使我们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我们重新来开机。以致我们知道，主，我们来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恢复跟人的关系，我们更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你给我们的意义。主，这苦难的意义是奥秘，唯有你，因为你是启示的神。主啊，你是赐给我们智慧的神。主啊，你是让我们参透万事的神，因为主，你要将那奥秘又大又难的事，主啊，你要托付给你的儿女们。主啊，你的儿女们这个时候就是要起来祷告。主啊，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祷告，主，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说，主啊，我们真的不能，唯有你，唯有你。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够平安度日，因为主，你是赐平安的神。主啊，你是赐给我们喜乐，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的主。主啊，因着主你，我们能够喜乐；因着主你，我们有盼望。主啊，因着你，我们有力量。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看这位神是怎样为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是给我们雨水，是给我们空气。弟兄姐妹，平常我们不知道呼吸的这样宝贵，我们随口可以大口的呼吸，但是现在我们面对这个疫情，无论是在室内或是室外，我们都要戴着口罩。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所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我们原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天，神也透过这样的雨水降下，让我们在缺乏的时候，哇，这个电视报道说，哇，某某水库一两天就进账了多少，升高了多少。原本我们都不认为这一些都是很宝贵，但是在这时刻，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上帝你所命定的，你所控制的，你所掌权的，不管是雨水，或者是这些干旱，或者是所有这些的大自然，都是在上帝的掌管。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经文，都是让我们向这位神来感恩。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认识到他是保护看顾我们。我们要祈求神的赦免、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除了感恩赞美之外，什么是拦阻我们领受上帝所有的资源？什么是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梳理？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透过这些的经文，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我们才能够感恩所以感恩祈求过去神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特别在哪一些事情来帮助你。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有祈求神，在我们软弱、无力，或者是得罪神的时候，特别是这块土地，我们知道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梳理，所以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争斗。我们看到最近这些伤害这些医护人员的我们都要为他们来祷告认罪。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这块土地。百姓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寻求，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更认识他。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去用自己的能力去倚靠人，去倚靠这个自然界，我们倚靠我们自己的方法，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不能。祈求偶像或者祈求所敬拜的这一些的神明，
但是上帝，我们在这几天看到他降下了雨水，他就是在我们快要干渴缺乏那一些资源殆尽的时候，上帝就降下这个恩雨。今天的新闻说，感谢主都降在这些集水区，所以我们为这样来感谢，也承认我们软弱，承认我们依靠自己，依靠这些人的势力。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认罪，求神来赦免我们无知不认识他，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有赦罪之恩。主啊，你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真知道，主，我们想要自己来控制，主，我们自私自利自义，主啊，我们甚至于我们彼此来攻击，主啊，以至于主啊，你的肢体受伤，主啊，这个国家开始因着疫苗，主啊，我们在争取当中，主，我们彼此用口来撕裂，主，我们恳求你来赦免，主啊，你是这一位调度万有的主，主啊，你是这一位使我们在每一次困难当中，主啊，每一次我们的尽头的时候，主啊，你就是那个刚刚好在那一个刚刚好的时刻，主你就来介入，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是刚刚好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每一次经历这一些美好，主啊，我们就来感谢你，我们就更来知道说，主，我们得罪了你，主，我们很多的时候，主，我们自以为是，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想要来压迫人，主，很多时候我们要人听我们，主，我们要来听你的，主，求神你带领。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一起来祷告。主，你赏赐相信你的人有祷告的权柄。主，你让我们透过祷告来对齐主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疫情当中，主你看得起我们，你看得起我们的生命能够走过这样的风暴，因为主你与我们在一起，因为主你从来不撇弃我们要感谢你。主，但我们也在这疫情当中再次的要说，主，我们真是有限的人。主啊，因为在这疫情当中，你也看透了我们的心。主，这疫情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照进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幸，照进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照进我们生命当中那不为人知，但我们自己却深刻知道，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主啊，我们要转向你，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负面的新闻，将我们所看到这些人心的伤痛，将我们所看到这些生计的威胁，主，我们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如同你的话语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主，你熬炼人的心，不是要人的心败落，而是要让人的心因为主你而强盛，因为主你而有盼望，因为主你能够带来祝福。主，你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更是要活出基督徒的使命。主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将你的福音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如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祷告，主，有许多的人，他们的心正在那挣扎当中，透过这样的祷告，主，你要摇动他们的心，主，你要向他们的心来说话，主，你要让他们的心领明白，主，他们就转向了你。主，谢谢你，主，你不只是看得起我们，主，你看透我们，主，你更是看重我们，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更是让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权柄，更要活出主你所赏赐给我们那独特的位分，站在人跟神面前为众人来祈求。特别为台湾正在这疫情的风暴当中，
主，我们要再次向你感谢，因为谁能够降下这么多的雨水呢？唯有你，唯有你。主，你持续不断的降下那及时适时的雨水，让我们看见这全地是由你来掌权。所以我们要赞美你，所以我们要感谢你，所以我们要转向你。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也唯有你能够陪伴我们走这一段辛苦的道路。主啊，孩子真是要在你的面前再次的，也要为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暴力的事件来祷告。主啊，真的是求主你的赦免临到。主啊，若是我们自己失了那个准，若是我们自己没有尽我们的责任，主，我们正是再一次的要在你的面前认罪，求主你赦免我们。主啊，也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时候持续活出从你话语里面的真理，从你话语里面的爱，因为你的爱无法用任何的事物来隔绝。主，你爱我们，你必爱我们到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特别是要为我们台湾来守望、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得以看见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挂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用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看到什么？看到大卫倚靠的是谁？他不倚靠扫罗给他的军装和他的刀。我们看到大卫，他靠着5颗光滑的石子，就能够打败巨人歌利亚。想想在你所面对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好像大巨人的，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征战呢？
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面临外在的，好像大巨人一样，时时在恐吓我们，要拦阻我们取得一些的资源、疫苗，阻止我们在国际上不能够参与在卫生组织或是其他的组织。当你面对你自己生命的巨人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呢？什么是你今天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好帮助你能够面对你的未来？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特别是有内忧也有外患。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疫情的严峻，还有口水战，政党跟政党，还有外力透过这些的网络放假消息在攻击。我们要为我们国家执政掌权有智慧，真的是为这地的百姓，特别是为中央这些疫情的指挥人员，我们恳求神来帮助他们有智慧，来帮助我们在取得这些的疫苗或者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私心，也恳求主来斩断一切外力来拦阻我们。从德国、从各地要取得这一些的疫苗，从日本要赠送给我们，还会碰到一些的拦阻。所以，我们为这些的政党、为这些的领袖来祷告。特别，我们看到最近有这一些的医疗人员，他们被伤害，手的那个筋膜被斩断。我们恳求神来怜悯，特别是让这一些的医护人员有神的守护、神的保护、看顾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为我们台湾、为我们的百姓，特别在我们的资源的缺乏、电的缺乏、水的缺乏，我们恳求神继续来供应，直到让我们能够供应的丰丰富富让我们很快的脱离这样的一个不安很快解除这第3级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宣告主的供应是足够的，主要赐给我们特别透过国产的疫苗，你也因为你爱的缘故，主啊，你来管教我们，主啊，透过这一次的疫情，主啊，使我们真的是能够转回来归向你，也来领我们的恶，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在这一次疫情当中，主啊，你的百姓们能够起来，主啊，一起来为这些，主啊，祝福这些防疫的人员，主啊，这些国家里面的这个执政掌权者，主啊，使这些执政掌权者虽然不认识你，主啊，让他们能够心中你，主啊，能够好怜悯，主啊，存着谦卑的心，主啊，愿意来听主你的声音，主啊，因为唯有你，主啊，唯有你的福音，主啊，才是台湾的唯一的拯救，主啊，唯有主啊你的爱，主啊，使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主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我们恳求你，主啊，在这些我们台湾的自治区，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主啊，你来掌权，主我们恳求你来掌权，洁净这些媒体，祝福让他们是正向的报道，主啊，每个地方的教会，这些的媒体所歪曲，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为我们国家执政掌权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仰望你，主愿这个国家成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卫如何依靠你？他不靠人给的资源，他靠神你给的资源。主啊，特别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面对看不见的，还有看得见的这些的巨人，生命当中的巨人，这些的影响，这些的让我们恐慌的这些的敌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些非利士人是靠着刀枪铜戟，你让我们执政掌权，让我们的国家的百姓知道如何依靠你，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是调动万有、调动所有的资源的神。才能够在我们缺水、缺电、缺疫苗，我们缺乏平安的当中，主你才能够供应我们足够的资源。主，我们面对很多这些的外力的拦阻，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国际的友邦，或者是一些还没有正式的邦交的这些的国家，开始在为我们台湾来守望，来出声。但是这一些我们都没有办法永远依靠，只有依靠主你。你如何使大卫战胜他生命当中的歌利亚？你也帮助我们执政掌权知道依靠你，因为权柄都是从你而来，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这样丰富都是从你所供应的。这几天我们看见你降下恩典的雨，一下子就让那一些缺乏、那一些的资源能够不断的供应在我们当中。主要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当他的生命面对他自己的歌利亚的时候，大巨人的时候，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不惧怕。阿们。我们可以运用我们手边的资源，能够胜过那强大的力量。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的国家，在这危急的当中，在这缺乏当中，能够有和睦和平。县市长不在那边口水战，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特别是干净这些的媒体。主要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是因为媒体所造成，每一天报，不但造成人心的恐慌，有一些媒体甚至造成这些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斗。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除去一切的障碍，让我们执政掌权，让我们总统，让文武百官知道来寻求你，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资源，寻求你的帮助。你一天两天就降下，让我们有很多足够的资源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求你跟台湾同在，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主要让这个疫情的确诊人数渐渐的降低，主要让我们很快的脱离这个3级、2级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神，你必要兴起，你必要干净，你必要洁净这块土地，洁净人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着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哦，特别是在这个时段，在这时刻。我们今天如果2点又看到了记者会了，可能我们内心就会有这样的恐慌。哎呀，怎么不是降下来吗？但是为什么这个数字还是比较高一点？万军之耶和华，其实他是大有能力的称谓，所以在希伯来经书里面出现了不下240次哦。他在提醒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甚至我们在最终在堕落当中，神依然同在。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统帅，他是天使天军，所有太阳星辰，所有这些大自然界，包括人，都是他掌管掌握。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他。弟兄姐妹，当你先敬拜，当你先倚靠，当你先宣告他是大有能力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的时候，就如同保罗说，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他能够知道如何处卑贱，处丰富，他能够随时随在，即使是面对生命的结束，死亡的来临，他说我与神同在，我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这样的心境是帮助他能够面对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要为了教会在这样面对疫情之下，我们如何透过这些线上的牧养礼拜，弟兄姐妹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在线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礼拜。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方式，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代祷。神知道你现在正在那软弱、惊恐、害怕的当中，神知道你现在身体的状况。恳求神医治的灵与你同在，
神知道你现在失去了亲人这些的哀伤，求神的灵安慰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求神帮助你，在你听到这些消息感觉恐慌的时候，神知道你。当你失去了这些的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失调了，神知道你。当你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神知道你。神要让你在他怀里能够安稳的睡觉。当你来寻求他的时候，当你来寻求这位超越万有、调动万有的神的时候，神知道你现在的缺乏，知道你开的店，知道你的工作，你失去了这一些的经济的来源，神知道你。当你来寻求他的时候，你用感恩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的时候，你会发觉，神既然打开他的窗户，倾福下来，让你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要从疏离变为和睦。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如果你现在心里不安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赐平安的主，你知道吗？主说愿你平安。就在这时刻，你心里不安的时候，你说主啊，你是赐平安的主，你赐给我平安。主，你是以便以谢的神，是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所以让我们不致缺乏。太多太多了，你认识到这位神，你就大大张口向他祈求，他就要大大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寻求他。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来到你孙的宝座面前。主啊，感谢你，这苦难是化妆的主，这苦难是让我们更亲近你，这苦难是让我们更认识你，这苦难是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不能，但是你是全能，对吧？这个苦难是让我们在缺乏当中，我们如何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供应，经历到你的医治，经历到你的安慰，经历到你的扶持，其实生命的基础，你有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你名一同来寻求你。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给我们有智慧，如何透过这些的线上的方式来牧养我们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也透过这些媒体，这些新的媒体、新的方式来寻求你，来恳求你的同在，来认识你。每天的灵修、祷告、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进入我们生命的养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你所赐的给我们重新得力。主啊，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要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灵的主，你是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当我们宣告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灵就要兴盛。主啊，当我们宣告的时候，主啊，我们的思想有属神的思想，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即使是在缺乏的当中。当我们大大张口宣告，主你就大大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必不致缺乏。这一两天让我们看到，你打开你天上的窗户，倾下你的恩雨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不住的赞叹你，主啊，听到那雨声多么这么喜悦，主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声音。原本我们可能是厌恶的，但是这个时刻，让我们在困境里面，在缺乏当中，我们觉得那个声音多么美妙。主啊，你改变我们的心境，改变我们态度。主啊，因为我们认识到你，你是使无变有的，你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的。主啊，你知道
我们弟兄姐妹正丧失亲人，在那种哀痛当中，求你自己来安慰。主啊，在面对一些的巨变、环境的改变的时候，他们不能自主，他们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精神，唯有你。主啊，当他们读你的话的时候，你的话语就使他们灵魂苏醒。阿们。主啊，让他们活过来，让人知道唯有依靠你，才能够在夜晚当中有安歇的时刻，阿们。有安稳睡觉的时刻，不用再借助这些的安眠药。主啊，让他们在惊恐害怕的时候，主你是保护他们是平安的主。主啊，特别在这时刻，我们都需要你。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外出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单独会主，在家会主。主啊，我们恳求你的话语向我们来彰显，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滋润我们的骨头，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得着安慰，得着富足，得着盼望。即使是面对生命的挑战，你依然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主，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你的时候，他们灵要得自由，他们身心灵要得释放。主啊，他们要来开口赞美你。主啊，这一些的负面的思想就远离，主要有属神的思想在他们里面。主啊，当他们开口来宣告、来赞美、来依靠你的时候，主你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用上帝之名一起来宣告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万有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特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悯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我们要真的透过这一些的话语来宣告：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保护者，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供应者，万军之耶和华是怜悯你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保护你出入平安的，没有一样事情是难得了他。所以当我们用这些的话语在宣告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所以你用上帝的话语宣告，甚至用这一段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来宣告，让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就成就在你的身上。好吧，我们现在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恩典是够用的，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任何环境我们都在神灵的面前来一起来宣告说，他是与我们同在，他是保护我们，他是全能的神。惊慌，
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我们从头来，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纵然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纵然有疲乏软弱，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洪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灵魂，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主，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境况，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的困境，主你都知道，因为你是全知的神。主，当我们没有能力取得一些的资源的时候，主你能供应，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全能的主。主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缺乏平安，世人不能够给我们平安，可能是短暂的，但是你给我们的平安是世人不能够给我们的。谢谢主，当我们一起同心合的祷告，主你应许说没有难成的事，主你必要应允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呼求，求你赐下你的平安，求你赐下你的医治，求你赐下你足够的资源，让我们内在得自由，让我们外在得丰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呼求、感谢，愿你来悦纳，愿你来应允。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会就到这边，我们继续祷告，直到看见神的作为，直到看到神的平安。
看到神的医治。我们下次再见。